台南的古迹赤坎楼最近进行这30年来头一摆大整修，而且佫是有开放的，会当买门票入去参观。不过有游客认为讲，拢包起来也无物件通好看，佫爱伊个收70块，实在是真无道理。今嘛文化局也出面解说啊。 今日台南有代表性的赤坎楼，本正真有气氛的建筑，不过这阵刷灯咧进行整修工程，引起侪游客反映讲，伫整修期间入行看无啥物物件，门票才原价收70块，因感觉影响到权益，建议应该先免费，全部整修好势才收费。这个也不是盈利的机构啊，你是拿人民的纳税钱来办这个的，你这整修到处都是那个危险的那个喷架什么，对参观的民众也是不好。刚好是从新竹来这边，北部来的对对啊，我们讲的是在说里面是真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无啥好看。哎啦，安怎讲？跟我们以前的印象差太多了。 是哦，收费感觉敢无啥特动，无合理啦。赤坎楼整修是30年来头摆大规模修复。文化局表示，工程是对111年开始动工，为着莫影响游客参观体验，才选择无关行。颠倒是用分期分区来施工。那第一期文昌阁去年年中已经完成，第二期目前也在进行。文化局嘛讲，因这回嘛特别委托艺术家来画府城历史文化导游，要让民众在这段期间嘛通有文化感受。那这对于古迹风貌一定会有一些影响。那所以因此我们特别委托了艺术家蔡维任老师呢来进行一个围篱上面的一个施工美化。他画上了昆戏子图，昆戏子图描绘的是台南40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另外呢，在施工围篱上面也有小风神的彩绘。文化局长强调，施工围篱是古迹整修期间的限定景观。 期待民众把握机会来参观。整修工程按正年底完工，因讲会赶紧恢复完整的风貌。但票价虽然无拍折，费用拢是用伫咧台南古迹日常维护甲清洁。大家入行都是为台南的文化资产出一份心。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